另外来看，这台湾的医疗技术呢，伫世界是排有名的哦。这其中呢，生殖医疗是解决未生的成功率，也是全亚洲的第一名。这嘛，成愈来愈侪外国翁仔某来到台湾，要做人工的婴仔。 来自英国的翁仔某，因为太太子宫肌瘤捌流体过2届，后来因选择来台湾做气管婴仔，顺利生落来古水的查某囝。 We were already living in Taiwan, so we had been here for a few years already, and we were quite settled, so it made sense to also do the treatment in Taiwan. Yeah.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，全球不孕症盛行率达到17.5%，等于是每6个人就有一个未生的困扰。台湾医疗进步伫世界有名，所以台湾政府积极咧推动生殖医疗，成功率也是全亚洲第一，达到36.7%。加上介绍加较合理，即卖有愈来愈侪外国人跨国来台接受生殖医疗，外国人接受生殖医疗的比例也对2022年的2.09%成长到2024年的7.86%。 我们2个之前都是在海外工作的，就是中国大陆那广东地区，然后我们也评估过在香港做试管，但是因为可能费用啊、交通各方面，可能对我们来说不是太方便。台湾很多优点哈，台湾的成功率是全世界 No.2， 仅次于美国，而且又便宜哈，然后又有好的这个生殖医疗法规范，不会乱来。我想这个就是。 造成很多国外到台湾来。有台湾妇产科诊所也表示，最近这几冬真正接到愈来愈侪国外来的翁仔某，这5冬已经服务49个国家，2300个跨境家庭，显示台湾的生殖医疗技术受到国际肯定，也加做一款医疗挂钩。记者陈阿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